好，我哋祈禱開始，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多謝你，我哋能夠聚集一齊嚟到學習聖經，學習主嘅説話，主訓練我哋，栽培我哋，俾我哋有更多對於聖經嘅認識，對於主你嘅計劃，對於主你嘅選民，對於教會，俾我哋有更多嘅認識，然後我哋可以服侍主更加有力量。求主使用我哋，使用我哋眾弟兄姊妹、眾同工，平西堂嘅主日學能夠更加蒙恩，更加得到主嘅幫助。另外，我哋所做嘅直播同埋錄影，希望留落嚟可以幫助更多嘅人，更多有心要服侍主嘅弟兄姊妹都蒙恩。求主幫助帶領我哋，多謝主。呢段時間恭敬交託俾主，感謝禱告，奉主耶穌名求，阿門。點樣拉翻上嚟啊？最高嘅，得，OK 嘛，有冇？好，得。我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日咧唔使做筆記，因為我會將個筆記寄俾你。我講，我預備咗㗎，我寄俾你，所以你唔使寫，你留心聽我講就得啦。今日咧同大家介紹，我會一共講7次。上個年咧就講咗風俗習慣。今日呢一次又係7次，今日係第1次。咁啊，主要學部俾我嘅題目咧就係聖經嘅歷史同埋地理。咁我圍繞住聖經嘅歷史、舊約嘅歷史同埋地理，同大家講，有舊約㗎，有新約㗎。今日咧講一個好特別嘅題目，就係叫做迦南美地。迦南地係神賜俾以色列人嘅嗬。咁迦南地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嗰條路啊，從北邊一路向南行落嚟一條路，即係經過成個迦南地啊。呢條路非常重要，咁所以咧我就從呢條路開始講。呢條路經過一個城市叫做迦百農，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到點解主耶穌揀迦百農做主耶穌傳福音3年嘅可以話係基地或者總部。主耶穌有4個門徒啦，都係漁夫打魚嘅，大家都熟悉嘅就係約翰同埋約哥、雅各，仲有彼得同埋個細佬安德烈，一共4個。呢4個都係打魚㗎。咁佢哋係最早主耶穌揀嚟到做主嘅使徒，後來再加咗8個，一共12個啦。咁呢4個使徒咧，都係住喺迦百農㗎。咁點解會住喺迦百農咧？因為迦百農係喺加利利海嘅海邊啊嘛，係好方便啊嘛。佢哋係打魚㗎。彼得有一隻船，唔知係都上過去隻船啊。咁福音書有記載。咁呢啲係關於迦百農嘅一啲事蹟。主耶穌揀咗個地方。咁而家個問題係點解揀迦百農咧？好簡單，因為嗰一條路經過迦百農，或者係喺迦百農個村門口經過，或者係直情穿過迦百農，然後先再出去咁樣。好似我哋好多好多城市都係咁樣啊！條公路係經過個城市㗎，就係城市裏面最主要嗰條公路、最旺嗰條公路。等到後來塞車冇辦法咧，我哋將個公路擺咗出去個城市嘅外邊，咁就唔經城市啦，免得塞車。最早嘅時候都係經過個城市，咁嗰條路咧，好可能係經過迦百農。咁迦百農咧，佢喺個加利利海，大家可以想像下。你想像係你嘅手上打開本聖經嘅時候咧，你見到一個地圖，呢個就係迦南地嘅地圖，或者係猶大地嘅地圖。咁猶大地嘅地圖咧，可以咁樣分做6個區。佢唔係正中間，佢係側埋一邊，有一條河叫做約旦河，從北一路落到南嘅。最北嘅地方咧，就係呢個猶大地
同埋敍利亞個邊界，嗰、個係個邊界地方。再上咧就係敍利亞噶啦。敍利亞嘅首都就係大馬士革，就係、大馬叫做舊約聖經叫做大馬色啦，就係、保羅去嗰度捉基督徒嗰個城市就大馬色。咁喺嗰度咧，靠近約旦河嗰邊咧，就有一個好高嘅山，叫做黑門山。喺詩篇度有寫話，好似黑門山嘅甘露，即係春天嘅時候啲雪融咗，啲水流落嚟咁就流落去呢一個向南邊流去，分好多條支流，跟住後來聚翻晒一齊，就係約旦河。咁啊簡單講就係黑門山流入約旦河，咁流入約旦河咧，就經過一個海叫做加利利海，就流入加利利海。流咗入加利利海之後咧，就流再出嚟，加利利有一個口嘅向南出，咁又繼續係約旦河，一路向南，一路向南。點解咧？因為巴勒斯坦今日叫巴勒斯坦，從前叫做舊約時候叫迦南地，主耶穌個年代咧叫做猶大地。咁呢個地方咧，北邊係好高㗎。尤其是黑門山咧，就幾千公里高㗎，幾千公尺高㗎，好高㗎。咁一路落嚟，咁啊向約旦河，點解啲水一路咁樣流落嚟咧？就係一路向南係越嚟越低，越嚟越低，一路咁樣越流越低，梗係咁樣流㗎啦。因為嗰個地勢係上北邊高，南邊低，咁一路流落嚟。咁啊流入咗去加利利海之後咧，又喺加利利海又流出加利利海，又繼續約旦河，一直係咁樣流，流到去死海，流入去嘅死海裏面。咁死海流咗入去咧，就冇水流出嚟㗎啦。咁啲水去晒邊度咧？死海嘅水咧就俾太陽曬佢蒸發晒上天。啊，咁呢個就係巴勒斯坦嗰個地形。約旦河係側埋一邊㗎，咁約旦河嘅西邊咧，即係如果我哋揸住本聖經嚟睇，我睇個地圖啦，喺我哋嘅左手邊即係西邊啦，就係叫做迦南地；東邊唔係叫迦南地㗎，東邊叫做約旦河東岸。咁約旦河東岸就分開三部分，約旦河西岸就分開三部分。我哋喺聖經裏邊讀新約福音書時提到嘅咧，就係有三個省份、三個名，我哋好熟悉嘅。北邊叫做加利利，中間叫做撒瑪利亞，南邊叫做猶大。咁喺南邊嘅猶大咧，側向東呢邊咧有一個海叫死海，然後死海嘅西邊咧，成幅地啊又山又谷啊又沙漠啊咁樣，就係猶大地嘅猶大支派嘅地，又叫做猶大山地。瑪利亞去猶大山地去訪問、去探訪佢嘅表姐啊，伊麗莎白就係嗰個即大祭司嘅太太啦、師母啦，就係住喺猶大山地嗰度啦，就係死海嘅西邊。嗱，咁而家我哋要認識，要用個腦大概想像一下，就係黑門山，然後約旦河、加利利海，又約旦河，又流入去死海，係咁多啦。呢個就係聖經所記載嘅。新約舊約都係呢一幅地方嘅啫。咁啊，死海嘅東邊咧就係摩押地，摩押地就係路德嘅家鄉，摩押入邊。咁啊，死海嘅西邊咧就係猶大地。咁死海嘅西北啊，即係呢邊咧個角嗰度咧就係耶路撒冷，落少少就係伯利恆啦。咁主耶穌受洗，施洗約翰幫人哋洗禮喺約旦河嘅東邊。約旦河嘅東邊咧，就係河水一路流到將近流入去死海之前嗰一段嘅約旦河。咁啊，嗰個時候咧，水位係低落嚟，唔係咁高㗎。咁啊，約翰咧就企喺水中間，企喺河中間，啲人排隊落嚟接受洗禮。主耶穌亦都去嗰度接受洗禮。嗰段好風景好靚嗰度，嗰就係流入約旦河之前。咁大概我哋就知道約旦河分開東西，東邊東邊有三個地方我哋唔係好熟悉嘅，好少提嘅。西邊咧就係加利利、撒瑪利亞、猶大，就係我哋好熟悉嘅呢三邊啊。好啦，
約旦河流入去加利利海之前咧，喺加利利海嘅西北邊，西北即係又係約旦河嘅西邊，加利利海嘅最上邊嘅地方個角落嗰度西北有一個城市叫做迦百農，咁主耶穌咧就揀咗嗰個地方，亦都去探下阿彼得嘅媽媽，彼得嘅外母屋企就係住喺嗰個城市嗰度。點解咧？原因就係因為呢條路係經過迦百農。咁呢條係咩路咧？呢條就係從前好早嘅時候，亞伯拉罕嗰個年代，即係離開主耶穌2000年前。我哋講從亞伯拉罕開始講，到我哋今日咧係4000年㗎啦。亞伯拉罕係主耶穌之前2000年。我哋係主耶穌之後2000年，都加埋4000年㗎啦。咁神呼召亞伯拉罕啦，你離開你自己屋企，你去，咁啊冇同佢講去邊度喎？聖靈感到佢就向西行。咁啊向西行，佢唔係一日去行好遠路㗎，佢係看羊㗎，有啲羊群啦，去揾啲草地嚟食草，繼續向西，越行越遠，越行越遠，係咁一路行。咁啊從兩條河中間嗰個地方叫做兩河流域，流域即係河流經過嘅嗰個地域，即係嗰個地方有兩條河經過嘅，所以讀舊約聖經咧，我哋就提到呢個名叫做兩河流域，即係米所波大米。米所波大米咧，即係亞伯拉罕以前嘅家鄉。咁神叫佢離開嗰度。向西行，一路向西行，行到將近嗰度開始叫做敍利亞㗎啦，後來都係叫敍利亞㗎。咁行到嗰度咧，因為南邊係一個大沙漠嚟㗎，你冇路行㗎，你一定係咁樣向西行，跟住個沙漠平邊一路咁向西行，行到個沙漠完咗啦，沙漠好大㗎，向東好大，阿拉伯沙漠好大。咁但係呢度咧兩河流域中間呢度向西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咁啊向西少咗。過晒個沙漠之後咧，就有路向南㗎啦。咁佢就轉彎向南落嚟。當佢轉彎一向南落嚟嘅時候咧，就係開始硬地啦。嗰個地方亦即係黑門山嘅山腳嘅地方，敍利亞同埋迦南地嘅邊界嘅地方。咁佢就向南行啦。咁向南行落嚟咧，條路就係咁樣啦嚇，向西又向南。相信4000年前亞伯拉罕聽到神呼召佢都係咁行。嗰陣時條路好細，冇咩人行，但係都係咁行。之後過咗差唔多1000幾年之後啦，冇咁耐。即係過咗亞伯拉罕之後，到咗雅各嘅時候，即係過咗100多年之後咧。雅各都係行呢條路。雅各係亞伯拉罕嘅孫啊，佢係從屋企，佢因為阿哥捉佢，話要殺佢，所以走。咁惡走咧，走去佢舅父住嗰度。佢舅父阿拉班住嗰度咧，就係米所波大米，就係兩河流域。咁即係話雅各行嗰條路咧，係行翻從前亞伯拉罕行嗰條路。咁22年之後，雅各番且帶住一大堆嘅家人同埋牛羊，又係行翻呢條路，就係呢條路啦。咁呢條路咧係古代嘅，可以講係國際，因為由米所波大米，由敍利亞，由迦南地未完喎，落到去西奈半島，再落到去埃及。條路係咁長嘅喎，所以你叫做當年嘅國際嘅通商主要嘅道路。咁亦有人叫佢做咧係從前嘅王者嘅高速公路 ，The King's Highway 係咁樣稱呼從前。咁以前嗰個 King's Highway 冇車走嘅話，係咩咧？係駱駝，佢哋騎住駱駝咁行。但我哋相信咧。喺2000年，從亞伯拉罕開始計，2000年之後咧，當主耶穌出世嘅時候咧，神俾一粒星喺天上，係
係比喺伯利恆嘅天上邊嘅。咁但係嗰啲東方嘅學者咧，相信係從波斯嗰度嚟嚇。佢哋咁遠路，我哋行咧就係向住西邊望住9粒星咁行。當我哋行嗰條路咧，都係呢條路，冇第二條路啦，就係跟住個沙漠邊一路向西咁行完咗沙漠之後就向南咁行，又係嗰條路。咁行經過啦，因為我哋其實經過好多地方啊，不過我哋熟悉迦百農，所以我從迦百農同大家講，我又經過迦百農，經過迦百農之後咧，就繼續向南落嚟。咁繼續向南嘅時候咧，喺迦南地咧有2條路可以行，一條路係跟住約旦河邊西邊係咁樣向南行落嚟，另一條路咧係地中海嘅海邊，又係另外一條路。點解靠水靠海咧？咁樣容易行啲，條路平啲。如果唔係你行山路咧，就又山又谷又難行好多啦。所以好多人咁樣行下咧，就行出一條路出嚟。行出條路之後啦，條路就越整越大，咁變成咗一條公路啦。咁2條路喺迦南地從北到南有2條路，一就係沿住約旦河邊，另一條路咧就係沿住地中海嘅海邊。你記住約旦迦南地咧，佢嘅西邊就係大海，大海就係地中海，地中海嘅東邊呢個小小嘅地方就係迦南地啊。咁2條路，咁2條路咁樣行啦，亦有人係喺迦百農之後打斜咁樣行出去海邊，亦都有人咁樣行。咁行經過呢個地方咧，有一個平原，呢個平原個名咧叫做米吉多 Megiddo。米吉多咧唔知係乜嘢嚇，但係如果你話哈米吉多頓咁你即刻就知道係咩路嚇。呢個係啟示錄所記載喺末世嘅時候咧，有一場大戰將會喺哈米吉多頓打。哈米吉多咁加多前面個哈字啦，哈米吉多即係米吉多嘅山咁嘅意思。咁佢就經過個地方，嗰個地方好緊要，所以從來都係嗰啲打仗嘅人要搶嘅兵家必爭之地，就係呢個米吉多。又喺嗰度打，所以將來末世嘅時候都會喺嗰度打。我哋睇呢《王記》嘅時候咧，睇到有一個王叫做亞哈王，呢個叫亞哈王，佢喺嗰一場仗就喺米吉多度打啦。咁佢諗住有個先知話俾佢聽：你唔好去，你去真係死嘅，你會死喺戰場，你唔好去。咁結果咧，佢就唔着將軍嘅衣服，佢又唔着皇帝嘅衣服，佢着一件普通嘅士兵嘅衣服，咁出去打仗。咁人哋追佢，見到佢普通人就唔理佢啦。見到有一個人着住皇帝衣服，就追嗰個人。嗰個係南邊個王，叫做約沙法王。約沙法同亞哈聯盟，咁啊追約沙法。王見呢個唔係亞哈，唔殺約沙法喎，走去揾下亞哈，唔知喺邊度，揾唔到。但係有一個兵啦，揸住把支箭，隨便咁樣開支箭射，竟然依家就射中咗亞哈王，亞哈王就受咗傷。後來因為喺打仗嘅時候受咗傷，咁佢死咗。佢係無端端冇人對住佢㗎，佢話俾一支亂箭射死咗佢。咁我哋遲啲講列王嘅時候會講亞哈王嘅故事嚇。嗱，咁嗰場仗亞哈打嗰場就係喺米吉多啦。咁米吉多喺邊度咧？就係加利利嘅南邊，即係主耶穌個拿撒勒嗰個鄉村啦。南邊少少有一個平原，呢個平原其實唔好大㗎，但係成日都打仗㗎。不停嘅打仗都發生喺嗰度。我哋個問題係點解咁多人要爭取，要喺嗰度打仗咧？要得到呢幅地咧？呢幅地從前叫做迦南地。大家知道迦南係神答應俾神嘅選民㗎嘛？嗰幅地咧係好特別㗎嘛？叫個稱做流奶與蜜之地，呢個舊約咁樣稱呼啊嘛。咁我哋有一日咧就將會講呢一個題目。咁流奶與蜜之地，今日講迦南地嚇，但係咧未曾提到佢嗰個
咩特別嘅地方，但係佢個重要性啊！迦南地點解咁重要咧？點解人人都去嗰度搶啊？搶嗰幅地咧，打仗你打贏你就得到幅地咧，你打輸咗你就你輸咗嗰度咧，你就以後都輸噶啦，因為你攞唔到嗰個最重要嗰個地點啊！所以打仗嘅時候，梗係經過嗰度，梗係打嗰度㗎。嗱，我同大家講咗黑門山、約旦河兩河流域，即係一條河叫做幼發拉底河，喺波斯，今日叫做伊朗。你去到伊朗咧，你仍然見到呢條河好大。喺呢條河嘅河邊度有好多人賣咖啡，喺度飲咖啡，喺度傾偈啊、情口糧啊，好靚，風景好靚，條河好大好闊，仲係叫做幼發拉底河。咁喺創世記度記載神造伊甸園嘅時候咧，有4條河㗎。4條河裏邊咧，一條叫做幼發拉底河，我哋熟悉；另外一條河咧，我哋都熟悉，叫做底格里斯河，就係呢兩條河啦，兩條河。中間有幅地，仲有另外2條河啦，唔知去咗邊度，揾唔到。我哋唔知道去咗邊度啊！所以你確唔確定到伊甸園喺邊度咧？大家話大概係嗰度啦，大概係伊朗附近嗰度啦，米索波大米嗰度附近啦，唔知喺邊度。嗱，咁咩叫兩河流域？嗰啲2條河中間有一幅地，呢幅地咧應該講就係以前啲浮沙經過咗千萬年啦，就堆積成為一幅好肥美嘅地。呢幅地一路咁樣向南嘅時候咧，有一個城市叫吾爾，就係亞伯拉罕嘅家鄉嗰度啦。後來亞伯拉罕從吾爾咧就一路聽神嘅呼召，就向北行，因為兩邊係2條河，你冇路行㗎，佢一定要向北行。行到去過咗呢條河之後，有一個城市叫做哈蘭。咁就住喺嗰度，住到阿巴過世之後啦，咁樣神再呼召佢，又再向咁就向西行啦。咁啊，亞伯拉罕嘅路程就咁樣行㗎。咁呢幅地咧叫做兩河流域。兩河流域一路咁樣落嚟咧，向南咧就入翻埋係一個河口，入翻嚟一條河個河口之後咧，就流出去。呢個就係波斯灣。波斯灣以前20幾年前曾經打過一場仗，就係 Quebec 啊，唔係啊，叫做咩啊？唔記得咗佢個名添，唔記得咗佢個名啊，嗰個城市個名啊。啊 Quebec 係啊 Quebec 就係波斯灣啦。咁喺嗰度出，喺嗰度2條河啲水喺嗰度流出波斯灣之後，波斯灣一出咗個灣之後咧，嗰個就係印度洋。印度洋就係大太平洋嘅北邊，近印度嗰邊叫印度洋啦。斯里蘭卡啊、印度啊、波斯啊，就係嗰度嗰個海。再落翻嚟咧，就係太平洋啦。咁我哋講咗兩河流域，講咗嗰條路，嗰條路向南咁樣行落嚟嘅時候咧，如果繼續跟住約旦河邊行咧，就行到死海。咁行到死海咧，你唔可以行死海啦，係轉彎啦。喺死海旁邊咁樣向西就係耶路撒冷。嗱，我哋未講耶路撒冷，有一日講耶路撒冷好特別㗎。咁但係經過耶路撒冷嗰陣時唔屬於以色列人，又唔叫做耶路撒冷。嗰陣時係耶布斯人嘅地方，叫耶布斯。咁啊，再向斜咁樣去海邊咧，就係非利士人嘅地方。非利士人嘅地方咧，就係而家哈馬斯、巴勒斯坦嗰啲成日同以色列打仗嗰啲人啊，住喺嗰個哈馬斯啊，住喺嗰個地方叫加薩。如果你讀列撒母耳記咧，你都會讀到加薩呢個名㗎，就係非利士人同以色列人打仗，佢哋住喺嗰個地方。咁嗰個地方咧，風景好靚喎，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個風景區。而家因為打仗打得好緊要，咁咧最近呢幾年咧有好大嘅改變，因為哈馬斯俾打咗啦，冇咗啦，咁仲有好多難民喺度，要點樣處理啲難民？佢哋嗰個地好靚，因為係靠近個地中海個大海個海邊，
地中海氣候係好好㗎，以色列嘅氣候又係好好㗎，咁所以嗰個海邊咧係好有價值㗎。咁加沙咧叫做一個地帶，細細嘅啫。佢嘅入邊咧就係沙漠嚟㗎，係淨係得海邊少少咁樣嘅啫。咁跟住咁少少跟住個海邊行啦，落去下低就係紅海。紅海一過咗紅海咧，就係非洲，就係埃及。咁我哋而家要講嘅點解神要將迦南地俾以色列咧，俾猶太人咧？迦南地嘅價值喺邊度咧？我啱啱同大家講緊嘅就係地理，佢嘅地理位置咧就係北邊，應該話東北邊係兩河流域，係米所巴同米，係巴比倫。係一個好強大，有好多人住同埋經濟好發達嘅一個地區，東北邊。咁然後咧，佢嘅西南邊咧，即係非洲北部。非洲北部咧，最北個地方，嗱，非洲咧好特別嘅喎，非洲啊掉翻轉嘅喎，非洲係南邊高，北邊低，所以非洲咧從南邊應該咁咋，非洲嘅南邊有一條河。叫做尼羅河，嗰啲水咧就從南向北咁樣流，掉翻轉啦嚇，南向北咁流，咁流到去海邊就流出去個大海，就係地中海。尼羅河嘅水流出去地中海，咁臨流出去地中海之前嗰一幅地咧，好肥好靚，就係住咗好多人喺嗰度，就係埃及，埃及人就住喺嗰度。咁神俾雅各安排佢住喺嗰度，等佢12個仔咧，將來人數嗰啲子孫多起上嚟，佢哋嘅家庭好豐富，好有財產，咁發展得好快。400年裏面咧，從70幾個人一升到250萬人，呢個就係希伯來民族嘅開始。咁呢個希伯來民族即係雅各嘅子孫啦，佢哋有咁嘅優勢咧，因為佢哋住喺埃及嘅時候，佢嘅阿哥或者佢嘅細佬啊，約瑟做緊宰相啊，咁佢喺埃及做宰相，特別優待以色列人，佢哋住喺嗰度好發達。咁佢哋揀咗2個城市嚟住，其中一個城市叫歌珊，你讀呢個出埃及記讀到呢個城市嘅名叫歌珊。歌珊喺邊度咧？歌珊就係尼羅河一路臨流出去地中海之前嘅一個城市。咁你可以想像咧，就好似中國上海長江臨流出去大海之前嗰個城市，住咗好多人嘅，就係上海。咁尼羅河臨流出去地中海之前，有一個好大嘅城市，住咗好多人，其中有好多猶太人，就係歌珊。咁未曾講到歌珊，未曾講到雅各嘅子孫之前咧，呢2個大嘅經濟體，一個喺東北，一個喺西南，都係好有錢嘅，都係好多生意做㗎。咁佢哋要交流啊嘛。咁以前雖然冇汽車、冇馬車，但係有好多駱駝，一個駱駝隊可能有20隻駱駝、50隻駱駝，咁啊孭住好多嘅貨物，咁啊一路咁樣行。中國人咧有啲馬隊，啲馬隊咧從雲南咧就帶好多茶葉啊、絲綢啊，就去西藏。咁嗰啲馬隊咧叫做跑馬幫，係中國人嘅講法。跑馬即係隻馬載住啲貨物咁啊，穿山越嶺咁樣去西藏，越上越高，越上越高。仲有呢個迦南地嗰度咧，就有啲駱駝隊。咁你記得阿約瑟佢聽阿爸嘅話去探阿哥，結果阿哥嬲佢咧，就捉咗佢。後來想殺咗約瑟，剝咗佢件彩衣之後，掟咗落個坑度。咁啊，猶大約瑟嘅哥話：唔好啊，你唔好害死細佬個命。不如咁啦，一舉兩得啦，我哋又賺錢，又賣咗佢去，咁啊咪搞掂事啦。大家同意，咁就將個約瑟賣俾邊個啊？聖經記載就係有一啲以實瑪利人嘅
駱駝隊就係做生意嗰啲人啦。咁啊行嗰條路就係我哋啱講緊呢條從東北一路向經過整個迦南地向西南去嘅呢條路上邊某一個駱駝隊，每一日都唔知幾多駱駝隊經過㗎。咁啊唔知邊隊啦，咁結果就賣咗約瑟落去埃及，賣咗落去埃及呢個就係神嘅安排啦。等以後以色列人有機會咧就落去埃及去住啦。嗱咁我哋要講嘅就係呢條路啊。呢條路從東北一路咁樣落嚟，經過迦百農，經過加利利，又落到去死海附近，然後再轉向迦薩，迦薩即係海邊，從迦薩海邊度再喺個海邊度一路行到紅海，就係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佢哋咧係喺埃及嗰度趕上嚟。而家我哋講緊係咁樣落去，同一條路啊，咁樣落去，一條路，所以咧就係去到埃及㗎。兩個大嘅經濟體要做生意，中間一定要經過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好細啫，但係必經之路，所以咧大家咪搶住攞呢個係靚位置啦。所以成日打仗就打仗呢度啦。我哋個問題喺個腦裡面問就係點解神要將迦南地俾以色列人呢？我哋所知道嘅以色列呢個地方迦南地咧，稱為流奶與蜜之地，奶。大家知道就係養好多牛羊啦，好多羊飲好多羊奶啦，好豐富啦。蜜咧唔好誤會啊嚇，唔係蜜糖啊，知唔知係咩啊？唔係蜜糖啊嚇，係蜜棗。以色列有好多蜜棗，嗰啲樹咧生啲蜜棗，嗰啲蜜棗多到不得了，而且咧每一粒蜜棗好大粒㗎，好甜㗎，甜到好似蜜糖咁甜㗎。所以叫流奶與蜜之地，咁即係話好豐富嘅地方。但係你講到呢個流奶與蜜之地，就講到農業。我哋有一日咧會講，而家唔講嗰樣嘢嚇，一講農業。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嘅係地理位置。迦南美地點解咁重要咧？佢個地理位置點解咁重要咧？我唔夠時間同你講啊！我會有個筆記寄俾你。你留心去睇，但係呢啲筆記咧非常簡單、非常簡潔啊！你要明白我寫啲係乜嘢，知道我講緊乜嘢嚇。喺詩篇第16篇度咧，大衛講話：神賜俾我哋嘅福地咧，即係指迦南地啊，係坐落在佳美之處。佳美之處係咩意思啊？好靚嘅地，所指嘅係地理位置啊。流奶與蜜咧，所指嘅係豐富肥沃，兩個唔同嘅概念嚟㗎嚇。咁迦南地重要咧，我哋啱啱講咗就係兩個經濟體，但係更重要嘅咧係後來嘅事啊。後來嘅事繼續發生嘅時候咧，喺羅馬嘅時候，羅馬人都好睇重巴勒斯坦呢個地方啊。好頭赤啊！因為巴勒斯坦人啦，因為猶太人啦，係唔服羅馬政府㗎。終於咧，慢慢醖釀，到最後咧，喺主耶穌之後，神嘅安排，教會開始咗啦。主耶穌復活咗，教會開始咗，好多人信咗主。咁神俾30年教會去發展，教會發展咗啦。猶太人基督徒俾趕流浪，就去咗第二啲地方。唔俾住耶路撒冷啊，俾趕啊，咁啊俾趕好似好慘嘅嘛嚇。但係誰不知咧，俾趕咗之後，《使徒行傳》第8章記咗話，佢哋俾趕去第二個地方，去到邊度就傳福音到邊度，就建立教會到邊度。跟住30年之後，公元33年教會建立，過咗30年，公元63年開始出問題。公元68年嘅時候，猶太人公開反對羅馬政府。開始打仗，羅馬軍隊包圍耶路撒冷，打咗2年嘅仗，唔肯投降。公元70年，羅馬軍隊終於攻破咗耶路撒冷，因為耶路撒冷嗰啲看守嘅猶太人全部都餓死啦，唔係冇水飲喎。耶路撒冷好特別，講耶路撒冷嘅時候先講，耶路撒冷有水，唔係渴死，係冇糧食，係餓死。公元70年之後，猶太人就唔可以住喺巴勒斯坦啦，
因為由羅馬人趕佢哋離開晒，一直到1948年佢哋先翻去。咁個故事好長啊！好啦，1948年之後呢，最近呢70年啦，70幾年啦，我仲有發現講到世界貿易啊，即係東半球同埋西半球，全世界啊，嗰啲運輸啊，包括中國製造嘅好多嘅貨物運去歐洲，運去地中海，運去中東，然後咧就繼續再遠一啲去埋美洲添。當然美洲另一條路啊，從日本嗰邊去就係美洲，但係從呢邊去就係地中海，就係歐洲，再去就係美洲。咁呢個地方好重要啦，因為除咗東邊嚟好多貨物，再滿晒隻船啊，幾百成千個大貨櫃，一個貨櫃好大㗎嘛，擺晒喺成個隻船上邊，滿晒貨物去到嗰度，喺嗰度翻嚟啦。如果你空住隻船翻嚟，你就蝕本啦，唔可以空住隻船啊！地中海重要咧，就係因為石油，石油係中東生產嘅，亞洲冇幾多石油。越南有油，有天然氣嘅油，K 唔係石油，油 K 係油 K， 即係要嚟燒㗎，要嚟取暖㗎。仲有石油係行車啊、飛機啊、攞船啊嗰啲電油啊。中東嘅石油喺阿拉伯國家，成個大嘅阿拉伯沙漠，去到個邊嗰度就係以色列，就係迦南地，冇出海嘅地方喎。要出海嗰啲油管啊，將啲油運去隻船上面啊，隻船係停喺個地中海啲海嘅上面，嗰條油管要咁樣流過，好遠㗎，流可能成幾十公里、成100公里咁樣流到出去個海邊度，流落去隻船度，隻船裝滿晒石油啦，再嚟亞洲，再嚟亞洲去日本、去中國，經過菲律賓、經過新加坡等等嚇。咁呢個東西方嘅貿易啊，嚟亞洲就係石油，去歐洲就係貨物。以前咧係好艱難，以前要經過非洲最底下嘅地方叫做好望角。好望角咧，隻船要咁樣落，成個非洲好望角上翻嚟，最少行半年嘅路行船，咁先過到嚟呢個太平洋，好貴。誰不知100幾年前咧，喺呢個埃及嗰度咧開咗一條運河出嚟，叫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咧，從地中海穿咗個運河之後，就進入咗紅海。紅海咧喺個埃及同埋非洲嘅旁邊咁樣流出咗嚟呢度啦。呢個就係大太平洋啦。呢個角落嘅地方咧叫做亞丁灣，嗰啲海賊成日喺度打劫，就係呢個地方。咁啲船咧咁樣嚟咁去，要經過蘇伊士運河。蘇伊士運河埃及係冇咩生產㗎，載乜嘢？最多係載乜嘢？就係入去地中海度，就係載石油。咁石油咧最方便嘅地方就係阿拉伯嘅石油，沙地阿拉伯嘅石油，經過迦南地，經過巴勒斯坦，我哋而家講緊呢個地方啊，穿過出到海邊，啲油喺度流。咁你話東西方嘅貿易變成咗全世界嘅貿易，再加上後來而家一路進步啦，咁就互聯網將成個世界縮細咗啊！嗰啲嘅交通往來啊，係咪好重要啊？如果你唔係坐飛機嘅話，就要行呢條路啦。咁呢條路經過咧，就係埃及。其實埃及咧係冇咩生產㗎，不過蘇伊士運河嘅主權係埃及管理，屬於埃及。全部生產嘅嘢咧，以色列。咁以色列咧就喺埃及嘅北邊黐住，所以咧
以色列就變成好重要。咁除咗石油、除咗世界貿易之外，點解迦南地人哋叫做世界十字路口啦？如果唔係將成個世界合埋一齊，你就冇出現呢個名。當全個世界俾互聯網亂埋一齊嘅話，叫做地球村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講邊個係十字路口。咁個個人都可以話：我屋企門口就係世界十字路口，得啦，你可以咁講㗎，係咪啊？個個都可以咁講，但係你要攞一啲證據出嚟證明咁樣，要有足夠咁多因素啊。咁我而家講俾你聽啦嚇，人哋稱地中海、稱呢個迦南地係世界嘅十字路口，除咗東西方貿易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嘅方面。嗱，大家頭先聽見講打仗，成日都喺嗰度打仗，大家搶嗰個地方。直到今日，美國嘅軍隊都係要搶嗰個地方，俄國軍隊、中國軍隊都係想搶嗰個地方，係知道佢嘅重要性啦。呢個係政治上啦，然後經濟上貿易就係經濟啦，然後咧軍事你去佈一啲嘅軍隊喺嗰度好重要喎。你冇軍事喺度咧，你就唔守到嗰個地方啦。宗教啊，特別講到宗教。世界上5個大宗教，第一個就係、我哋唔好從人數嚟數下。第一個係猶太教，即係由佢哋住緊自己本地嘅地方，猶太人啦，猶太教即係舊約聖經。第二個咧就係、天主教，第三個咧就係、基督教，我哋信主耶穌嘅教。仲第四個仲有一個宗教添啦，就係東正教，其實都係基督教，都係天主教，都喺歐洲嘅東邊嘅，叫東正教。咁啊4個啦喎，都好多人㗎。第5個咧就係回教，回教好緊要，成個阿拉伯10幾個國家都信奉回教。咁回教咧喺差唔多1000年前啦。經過咗十字軍打仗之後咧，終於搶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屬於回教，佢哋就起咗一間回教嘅寺廟喺嗰度。回教寺廟叫做清真寺。佢哋嗰個清真寺咧，直到今日都仲喺耶路撒冷。你見到個耶路撒冷嗰個金嘅圓嘅頂，嗰個唔係猶太教，又唔係天主教啊，係回教。就起正喺從前聖殿嗰個地方。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講耶路撒冷嘅時候先講過一點嚇。咁5個世界上嘅大宗教喎，都睇耶路撒冷係咁重要。耶路撒冷喺邊度啊？就係迦南地咯。迦南地最重要嘅城市，後來阿大衛攞咗，就叫佢個地方個名叫耶路撒冷啊。咁係宗教上佢係非常嘅重要。考古學好重要，因為舊約聖經記載好多嘅事情都係2000幾年前、3000幾，甚至亞伯拉罕嘅時候4000年前嗰啲嘅事情咧，有好多實物啊，係收埋咗喺個地裏面啊，係冇人故意收埋㗎，係打仗之後間屋冧咗，好奇㗎。中東嘅地方，尤其是係迦南地嘅地方，啲人好懶嘅，從前為咗成本嘅問題啊，佢哋唔會話執好個地方先起屋，唔係㗎。佢哋就咁拱平咗佢之後，倒啲泥等佢平咗之後，就喺上高再起屋啦。嗰啲所有嘅舊嘢仲喺度㗎，冇喐到㗎。耐咗之後一路沉落去啊，沉落去之後咧，啲新嘅屋慢慢起咗喺度。以前冇幾高樓大廈㗎嘛，一層。過咗幾十年之後，又打仗，又燒冇咗，又沉晒落去，沉晒落去，第二代嘅人又上嚟又起屋上去，亂起喺度咁起。咁你發現咧，去到中東嘅地方咧，當佢哋要發掘，譬如耶利哥城啊，譬如耶路撒冷啊，譬如任何邊個地方啊，佢哋掘咗個地方，發現有啲考古學好有價值嘅一啲文物啊，發掘出嚟。發掘咗出嚟之後咧，過咗10幾20年之後，又發現有啲新嘅，原來再低落去仲有嘢喎，又再掘，掘下啦，結果出咗一個新嘅名詞出嚟，好似一個井咁樣，個井好似間屋咁大，
但係好深落去㗎，幾十尺成百尺咁樣深落去㗎。點解要掘到咁深啊？因為每一層就係每一個唔同嘅年代嗰啲人住喺嗰度。你一掘到嗰度，你就發現啊，呢個係咩年代？再掘落去呢個咩年代？咁所以嗰個井咧叫做考古學嘅井。考古學嘅井意思即係話嗰一個地方有好多好多嘅文化遺跡喺裏面，一路咁樣發掘出嚟，到今日都未曾發掘得晒。最近先至發掘到一個地方啦。其實我哋識咗好耐好耐㗎，好熟悉㗎。我哋唔知喺邊度，而家揾到西羅亞池。哇！西羅亞池原來真係有㗎，最新嘅考古發現等等啊。咁所以個地方咧有好多嘅價值，其中有考古學嘅價值。人類嘅歷史文明、世界嘅歷史，好多嘅事情發生喺嗰度。舊約嘅歷史發生喺嗰幅地嗰度。呢幅地點解會咁重要呢？主耶穌降生喺伯利恆，神揀咗伯利恆，神揀咗猶太人。咁我哋讀舊約聖經讀到神嘅計劃，俾主耶穌嚟呢個世界係有安排㗎，係有預先講明㗎，就發生喺呢幅地上面啦。主耶穌降生嘅地方，從亞伯拉罕到我哋今日4000年嘅人類文明，可以喺呢個地度揾到一啲好多嘅證據出嚟㗎。呢幅地咧叫做應許之地，但係另一個好大嘅問題出現，就係呢幅地好凄慘，有一半嘅時間咧係好凄慘。我同你計一條數，從公元70年，當羅馬消滅咗猶太，然後火燒耶路撒冷、火燒聖殿之後，公元70年，一路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復國，你將1948減咗70，出嚟嘅數目係1878。喺1878年裏面，用個括弧括住佢，呢個迦南美地咧就變咗廢墟，變咗荒涼，變翻曠野，唔俾人住，唔俾猶太人翻去住，其他嘅人嚟住咧冇辦法喺嗰度生存，冇辦法耕種，乜嘢都唔生，因為冇落雨，冇落雨。但係奇妙嘅就係1948年之後，當猶太人翻咗去之後咧，神就開始憐憫猶太人，又開始落雨。你可唔可以想像啊？1800幾年唔落雨嘅地方，喺猶太人翻咗去之後，恢復翻落好多嘅雨，而且每年都係落咁多嘅雨，落咗70幾年到今日都係落咁多嘅雨，奇唔奇妙啊？呢點遲啲我哋就會再講。嗱咁樣咧，4000年嘅歷史裏邊有1800幾年呢幅地咧，上帝係將佢擺埋一邊，太難想像啊！呢個係凄慘嘅歷史啊，猶太人凄慘嘅歷史。但係1948之後完全唔同晒喎，從嗰陣時到今日，你見到有以色列嘅進步到不得了啊！所以求主幫助。好啦，我仲有5分鐘。咁咧，呢個迦南地咧，可以講得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你睇《申命記》，摩西同以色列人講明，神揀咗呢幅地俾你哋。記住，如果你哋聽神嘅話，神就俾你哋繼續住喺度。如果你哋唔聽神嘅話，神就趕你哋走，好似而家神用你哋趕走嗰啲迦南人一樣，殺咗你哋，趕咗你哋。所以你哋記得要聽神嘅話。結果歷史話俾我哋聽，猶太人唔聽神嘅話，所以嗰4000年嘅歷史裏面，就咪有1800幾年，嗰幅地咪變翻荒涼咯。係好奇妙啊！我哋呢個年代，我哋信耶穌，而家20世紀進入21世紀，我哋親眼睇見呢幅地變翻係一幅流奶與蜜之地，唔單止流奶與蜜，
更加係神特別賜福嘅地添，又叫做迦南地。求主幫助我哋大家行呢度係今日同大家睇上第一課迦南地佢嘅地理嘅位置，佢唔單止係中東，而家變成咗係世界成個世界嘅東西方來往好重要嘅一個十字路口，因為好多嘅事情都發生喺地中海。求主幫助我哋停喺呢度，下個禮拜我繼續同大家講。咁下個禮拜咧，我會同大家講死海古卷我要我有阿秀華嘅微信，我會將我嘅筆記寄俾阿秀華。咁寄咗俾阿秀華之後啦，呢個一個好似幅圖畫咁樣啊。咁阿秀華幫我轉，其他邊個人想要嘅咧，你就同阿秀華攞，秀華就喺手機裏面轉俾你。咁就係我今日同你講嘅呢個筆記啦。好，完啦。